国立屏东大学民生校区新的太阳能防护球场已经启用了。屏东大学强调讲，校园有8成用电哦，拢是用太阳能发电。校长嘛讲哦，会个继续打拼，望讲会当来加做一个无团的校园。国立屏东大学民生校区太阳能防护球场19正式启用。这座球场大约4层楼高，有3座篮球场、3座排球场和5座tennis球场，而且有全国大专校园上大的光电设备，装置有1322千瓦。期估一年会使发电158万度，等于减少748吨碳排放。球场唔但会当发电，嘛让学生啊运动更较舒适。给学生一个很好的那个运动空间，因为刚好在宿舍旁边，因为它遮蔽的效果其实不错。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新生，我也刚来这边，所以我来这边看到这边有一个新盖好的球场，我也觉得很不错。屏东大学对2019年开始推动光电结合运动设施，头尾完成滨商、滨师和民生3个校区的防护球场建设。民生校区是目前规模上大的一座，3个校区光电设备加起来，目前绿电已经占全校用电的8成。屏东大学校长表示，未来的目标是要做到100%的绿能。我们在屏东大学已经达到了这个80%的一个绿能的用电，全部的这个投资加总起来，已经达到了这个5300的一个装置量，表示我们对于环境保育以及绿能的推动的一个用心。那未来我们会迈向我们零碳校园的一个规划。校长表示，希望新的防护球场会使提升学校的体育环境，也吸引未少其他学校来参观。明年暗算要举办全国软式的 tennis 比赛，除了要做地方重要的运动场馆，也会当让选手做训练基地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